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花莲大地震，位伫个花莲秀林乡的文兰村居民所住的边坡的面顶，伫个地震摇过了后，是摇出着1公里长的崩坎，马苏伫徛街后壁地基来送暖，住户是惊到唔敢搁大落。啊，即摆村长甲住户先用阿妈头暂时甲这个崩坎来固定，用布棚先甲这个崩坎扛起来，安尼土石才袂搁继续来挖空。 位半空中翕的画面，会使看到人嘅厝后壁本来是真青翠的山壁，即马拢无树啊，连厝的地基嘛出问题。花莲县秀林乡文兰村有10外户的居民，住伫木瓜溪山坪顶，点过伫10月7大地震了后，在地有3、4户的人家厝，伊的地基已经出现危机啊。本来就不会倾斜的。 本来是过去要2、3米啊，现在就沉不下去了，全部都下去了。对，大概1公里，1公里长度嘛，哈。对。因为大地震崩差不多1公里长，住户表示讲，伫地震了后，勘早才发现讲这个情形。平时虽然讲罕有人住，不过这是主要的工作地点。针对这点，村长甲住户赶紧用帆布甲勘起来，佮用阿妈头暂时甲空起来，避免讲愈崩愈严重。哦，旁边都是用水泥暂时加固嘛，哈。对。 村长讲已经请住户暂时去亲戚朋友因兜住，因为工程费这条真大条，只能甲中央争取经费，希望讲赶紧进行抢修，幸福居民一个安居乐业的厝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